马英九总统早前也有去推动抗灾，佢到在面呢看到卢卡姆强强的一定的伤心。总统一到太马地加兰村的时节，还有在面呢叫话佢通常，和当场跪下来澄清，拜托总统坦率疫情也卢卡人。马总统！马总统！只看到总统马英九推动的在面，还能原拍武汉人不见太感人的心情台上讲出来。到今天，我们都还不知道，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在失踪名单里面？到底有没有在帮我们搜救？面对在面难度亲切，总统马英九面色多难看，不拉开风采带来的动态的质量，重新推动人太马里对外交通的态度恶态，甚至如热前流暗角，当地嚷嚷，係50年來最嚴重的災情。上一次那个海棠那个做不好啊，其实重新做一次一样，做的再怎么样都来不及了。啊，呢一輩我當然就希望講要佢安排呢次項目嚟就讓按天低下來樣嘅啦。推動人唔像太馬里災情嚴重，連殺驚人嘅大水，係那措施基本分產期嘅檢測盤點對下來，20萬人嘅落盤點是按樣之下是冇咧。看到推動人嘅災情按嚴重，馬總統承諾中央聽咗全力配合。這個災害應變中心呢，盡快的來提供這些援助，在地的能夠由縣政府解決的，就縣政府先做；縣政府沒有辦法解決的，我們中央一定全力支援。關係水利工廠方面，馬總統也指示，防風安全韓國建築技術層面都會提高，防範被長久海難重擾。同時，馬總統也告示強調，重建韓國救災工作，政府停作為負責動態，為本所有嘅災民加到盡家人。下個新聞綜合報道。